高雄有一对相依为命的爸仔囝，这个后生要到台南去上课，爸爸一透早去替后生穿生活用品甲早顿。结果这个车骑到中山路出现路口的时阵，去互一台违规倒弯的车弄着，这车弄着人竟然做伊来绕跑。这爸爸即摆搁伫咧病院，甲死神咧搏斗。看到上爱的爸爸，体伫病床也未脱离着险境，后生是脑梗甜，双脚跪地，呼吁肇事者莫搁味啊，赶紧出面行因一个公道。机车骑到路口，后一秒对向倒弯的轿车弄着伊了后，乌多摆出几啊公尺远，人嘛当下伫咧涂骹，都已经弄着人啊！轿车驾驶油门吹落去，无停落来救。机车被撞得稀巴烂，车祸现场一片狼藉，机车骑士还在和死神搏斗，但肇事驾驶却已经逃逸无踪。看到爸爸倒伫咧病院，后生气家出面叫这个驾驶莫搁味啊！诚挚的呼吁，可以尽快让真相水落石出，这真的造成太多家庭的破碎了。讲甲脑梗甜，目屎流落来，搁跪落来爱驾驶，赶紧出来担责任。我父亲他很爱我，因为我是单亲家庭，然后我母亲在10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，他特地主动跟我说，他要帮我送早餐过来这样子。爸仔囝两个人感情真密，希望爸爸因为小儿麻痹，行动较无方便，嘛真疼惜囡仔。所以当时为着替去台南上课后生送早顿和生活用品予伊，所以伫路发生车祸。针对该自小客车租赁业者及实际使用车辆行为人进行清查，并全力追缉。现怎弄着人无解救，到底是啉酒赛车，或者是别的原因？警察已经锁定对象，希望当今破案，还有加速一个公道。我希望肇事逃逸在台湾这个社会永远不要再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